《周刊》报道，香港女团 Twins 成员钟欣桐、阿娇，2017年10月跟台湾医师赖宏国公开认爱，于2018年1月求婚，5月在美国办婚前派对，12月在香港举行婚礼，正式成为赖太太。当了台湾媳妇后，阿娇原本想在台湾置产。据悉，赖宏国曾带她去看1元豪宅，令她很心动，但是却被钟妈妈出手阻止。钟欣桐、阿娇跟老公赖宏国婚后，几乎都是港台两边飞，成了空中飞人。虽然很累，但因为还是在新婚期间，夫妻俩对此还是感到甜蜜。阿娇去年获得老板杨受成赠送价值港币750万元，约新台币2980万元的上海豪宅当贺礼，再加上他手上持有港币3000多万元，约新台币1.1亿元的香港豪宅，香港媒体帮他估算，他等于带着约1.4亿元房产嫁来台湾。向来爱买房子保值的阿娇也看中台湾房产，去年多次来台看房子，而老公赖宏国更曾带她看上一豪宅。对台湾房地产潜力很乐观的她越看越欢喜，也希望自己在台湾拥有一个家。只是回去跟妈妈谈到房子一事，却被妈妈拦截。知情者透露，其实2017年阿娇曾以1000万续约金买下浅水湾的豪宅。为了这间房产，她把手上位于香港西九龙的房屋以港币1152万元，约新台币4300万元卖出，再加上港币1000万的续约金，筹足港币2000多万元，约新台币7600万元来换新房。他看中浅水湾多间豪宅，应该区域环境清幽，房价具抗跌性，保值高。如果在台湾再买一房，钟妈妈怕他压力太重，买房子还是要再做多方面研究，不要太早下决定。但其实还是想掌控阿娇的财政大权，不想在台湾置产而鞭长莫及，让新婚夫婿赖宏国也能插足。入行多年的阿娇，因为绯闻曾导致投资失利，她出道以来恋情没有断过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2008年被爆出的陈冠希不雅照事件，当时被牵涉在内的她，不论工作或是人气都跌至谷底，不雅照更被广泛流传，成为阿娇事业和人生中的最大污点。他在镜头前曾说出"太傻太天真"的名言，并宣布暂时退出圈。当时拥有香港罗便城道31号2间近港币3000万元，约新台币1.1亿元房子的他，因长期停工无力缴付房贷，最后只好放弃其中一间。对他而言，是一个很大的教训。